南台南家福中心16号伫台南邮局1楼大厅举办造客特别会，现场有侪间爱心厂商捐赠商品义卖，并首次邀请到台南市省书书画研究学会理事长吴永成、总干事连通贤现场写春联，互民众提前感受到温馨过节气氛。每一年在我们邮局的这个义卖成效，都让我们家福在筹募助学金方面减轻了不少压力，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大专学子以及高中职的孩子，让他们有一个服务学习的回馈的机会，培养他们的这个能力，也让孩子们可以更加的珍惜每一份得来不易的这个资源。提供义卖场地，同时更号召同仁做伙做爱心的台南邮局，今年也已经是第16档协助办理。从96年开始到现在，我们一直跟家福中心有联系，长期致力于这个所谓的公益活动。那我们无非就是希望，替学生多筹了一点学费，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去上学。那这次为了要帮助让这个家福中心可以顺利的活动，我们提供了成功路邮局、永乐邮局还有海淀邮局的这些部分营业厅或者是走廊可以活动，希望活动圆满，能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借着这个年节采购的机会，也来多多捧场。南台南家福中心主任李宝良表示，为囡仔准备注册以及相关学习费用，稳定就学是家福的努力的目标。真感谢台南邮局以及在地乡亲的大力相挺，但近年来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捐款数量减少，希望会当透过社会大众的爱心，让家福辅助囡仔会当伫升学期时会当顺利就学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